甲你的手机啊无吼，关机也是讲转静音，咱请思琴来奏角。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，学了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嘴，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。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恁教阮着学了耶和华最大，三角准伊的名最悬。吟诗303首，303首。咱请起立来吟全首。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饼，天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入内受苦，领死价死埋葬人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。他坐全能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
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我，永远的王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启用文第59篇。伫新圣诗后壁面1105页，我来刻，恁来印。那个 PPT 麻烦一下。你若用嘴承认耶稣是主，深信上帝有予伊对圣人中个我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，自全人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，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毋过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都无差派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业远尔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人拢顺探这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“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”所以信是对听，听是听基督的话。不过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？当然捌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咱单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听阮，互阮伫你的救赎当中来成做着你的子女、子民。我着知往事过去无法度搁重来，所以阮着恬静，着知你是上帝。伫阮惊吓失志的时，成做阮的倚靠甲保护。你嘛为着要拯救阮，受钉伫十字架顶。你知影阮的重担甲挂虑，你嘛时常用稳定甲平安充满伫我的生活当中。你嘛要紧阮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的困难。感谢主，有你的同在，阮真做着受祝福的。今仔日是一个圣诞爱无限的主日，主感动阮众兄姐，嘛会当真做着迄个愿意祝福别人、甲分享的人，同心伫主的面前祈祷。阿门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教界消息，本会的消息第一小点。本主日是一个圣诞喜所爱无限的奉献主日，本会甲市府甲信望爱基金会有要来合作这个圣诞喜所爱无限，就是关怀弱势的活动。那咱鼓励兄弟你若认献1号500块，共款这个信望爱基金会伊会来补助500。那咱请咱众兄弟会当来关怀油厂、敬中、甲清风遮的4级的即个送养的大概有200户。每1户咱互伊1000块的全年礼券，甲即个圣诞礼物，敬请兄弟做伙来响应即个慈善的活动。那第二小点的主日是咱即个台神的主日。那因学校有差派即个邱凯丽老师伊是咱台神道硕专任的教师，要代表即个学院来请安甲讲道。那咱兄弟敬请备办心来奉献。第三小点是咱小会的公告，定伫个下主日，就是11月16即个下晡3点到6点要举行即个中级训练会。
敬请即个23届中职啦，一定爱来参加。第二小点就是即个12月初7，要举行23届中职的就任礼拜。迄天的第2场、第3场、第4场吼，咱要联合聚会。那特别即个咱的中职吼，你一定爱穿正装吼来出席来参加。第4点就是本会定伫11月23，是咱即个2025年的感恩节的主日吼，咱要举办即个感恩见证的礼拜。那敬请兄弟，你有感动的，你愿意分享着你的见证的，请你本主日进前来甲办公室报名，爱去交即个见证的即个讲稿，就是大概互办公室也是牧师来看一下安尼哦。啊，第2点就是为着救恩感恩，为着救人来关怀活动，时间是伫个11月30日下早的9点吼，甲即个下晡的5点。啊，第1点就是伫咱教会复堂的头前，特别讲者吼，就是即个关会，你一定爱查你的身份证，你爱查身份证，较会当来关会哦哈。啊，伫个来排队来关会。那关会会当得到一个精美的小礼物。那关会时段吼，咱特别呼吁一个阮有欠志工吼，啊，较麻烦你小组长也是办公室吼来报名。第5点，本会定伫个12月初7，12月初7哦，是12月哦，下晡的4点半到6点吼，咱要伫油厂敬拜中心举行即个2025年的圣诞节点灯活动，啊，欢迎咱兄弟大家踊跃来参加。因为迄天咱是到6点，啊，教会足贴心，有为着咱备办即个轻食，啊，请你若要参加的吼，爱甲即个小组长，也是办公室，也是用 QR code 来报名，因为吼要准备种轻食吼，大概爱按数量。啊，第2点具体的消息，社青牧区定伫个每年115年的1月9号到3月20吼，每礼拜5下暗的7点半到即个10点吼，咱要来举行即个冠冕理财、经商有道的课程。那要教咱兄弟安怎管理金钱来荣耀神、荣耀上帝。啊，地点伫咱教会3楼的即个图书室。即个是爱交费用的，一个人是2500块，即内底有包含教材，啊，咱的名额敢若有12名尔吼，啊，欢迎兄弟甲办公室来报名，搁缴费。第2小点就是合作社的消息，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吼，咱要伫地下室的即个总会议室吼，要来召开即个理监事会议吼，啊，请各位理监事来出席来参加。第2点到第3点，就是咱合作社有即个借款的消息，咱请兄弟家己吼过目一下，有需要的较来地下室甲预立吼报名安尼。啊，咱第3点告解的消息，咱请翁牧师。两位兄弟大平安。咱高雄中华团队部20月29举办中州信徒的训练会，邀请台北7星中会中山教会叶启祥牧师分享。伊的主题是生命转换主，互教会健康，传福音的教会。地点伫公山，每人是200块，咱若无用餐是免费吼。教会备办福音车，请咱中职同工兄弟以11月16进前办公室报名。第2就是咱有报名中华超圣经的活动吼。请咱伫11月23进前，将你的稿交伫办公室，超过时间咱就无收件。第3项就是放剧团伫12月12到13，伫文化中心有举办圣诞快乐感恩有礼的一个戏剧。即个票就是你若买一张，教会就送你一张，就是要鼓励你带无道友的朋友去观赏。最后就是。海埔教会伫11月30下晡3点要举行郑牧迪牧师甲卢可尼牧师就任第13任主任牧师甲教育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。咱有兄弟要去
欢迎来参加啊！那为了这新任的牧师的就任来带导，以上。咱要来读上帝话。今仔所要读的有2个所在。那第一个，咱所要读的所在是撒母耳记上章13章第8节到14节。13章第8节到14节。扫罗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，停候7日。撒母耳又也未来到吉甲，百姓离开伊四散去。扫罗讲：将烧祭甲烧温祭带来我遮，伊就献烧祭。伊献烧祭拄啊明白，看撒母耳到啦。扫罗出去迎接伊，要甲伊请安。撒母耳讲：你做啥物代啊？扫罗讲：因为我看见百姓四散离开我，你也无照所定着的日期到，搁非利士人已经自击伫灭无，所以我讲，非利士人要到吉甲攻击我，也我又未求耶和华施恩，我就勉强烧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你做戆事啦！因为你无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命令你的诫命，要是有守，耶和华就坚固你的王位，伫以色列中到永远。但你的王位无久长，耶和华已经找着合伊的心意的一人，搁耶和华也定伫伊做伊的百姓的头，因为你无遵守耶和华所命令你的。那第2个所在是即个诗篇51篇，诗篇51篇的第10节到12节。上帝啊，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，毋通赶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12节，求你互我悠然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想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。感谢主。这是咱的儿乐，请上年献歌队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这是讲到咱要请安牧师，伊今仔日的题目是做上帝欢喜的决定。你们兄弟大平安。咱逐工拢会做真侪决定。你去买菜，你决定讲，我到底是要骑阿多摆，还是我要坐公车去买菜？你今日出门，你起床了，要出门之前，你洗面款了你着拍开你的衣橱，咧找，哇！这衣橱内底我要穿对一件衫，我看较介意。件衫要搭紧，搁件啥？变配白，我爱挂珍珠的，还是我挂黄金的？较会合我的这恤衫会水。总是查甫的咧，若出门之前，伊拍内裤带，伊就想讲，我这100条内裤带，我要紧倒一条内裤带，合我的这个衬衫，合我的西装，穿起来较帅气。人生中间拢有真侪选择，但有一寡选择会影响你久久长长，甚至会影响你一世人。比如讲，你选择职业，比如讲，我选择要献身，我读4年，一读偌久？无久7档，读7档出来了，佮抽考去到屏东举例了做3档的传道书，这嘛是影响我一世人的决定。佮你个做决定，可能是会影响你你要娶什么某？人讲一句话讲。听某大丈夫，拍某地狗母。听某听某就是好。当然，女性要选择，伊要嫁什么翁嘛真要紧，因为这关系着一生的幸福。但是有一寡决定是关系着。这个决定是毋是下入上帝真理？你决定了这样代志，是毋是上帝所喜的事？这是真要紧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上帝要怎样甲你祝福，你要安怎做，做上帝眼前所欢喜的人。咱看到扫罗王，伊对以色列人中间敬3000个人。其中1000人到约拿单，伊则赢伫密布的这所在，甲彼得地。迄当时非利士人则赢伫加伯。迄当时咱讲啥？非利士人因对西边要侵略以色列，就是咱知影，迄当时以色列伊的武器无比。非利士人较好，因为非利士人迄阵仔武器会知影用铁成做伊的武器，所以伊的武器会使比以色列人更较先进。所以咱知影，你来看地图，面对非利士人的征战时，扫罗爱守伫3个所在，一个加伯，一个密布，一个基比亚。这3个所在是迄当时扫罗爱守的所在，了解这？咱想想，当约拿单伊咧攻击非利士人的时阵，伊拢爱准备办要战争的草料、武器甲人员。总是咱看到，那假使扫罗伊拍输迄场战争。安尼会互非利士人攻下密布的所在，安尼大阵的非利士人因聚集伫密布的所在，安尼诚做以色列真大危险的
危机。所以迄当时，那扫罗王伊要呼求这以色列百姓入来战争，出来战争，因就会惊。为什么？因为扫罗王的战输赢，战输这战争啊，那百姓就会惊，因就走去对，走去附近的山洞，走去附近树林密起来，安尼扫罗就安那无兵源来补充，安尼伊就爱走去搁较远的所在，叫吉甲的所在，伊爱走去吉甲的所在，来备办战争。所以了解，迄当时的战争非常的激烈。我头讲过，非利士人的武器比以色列人的武器搁先进，人嘛搁较侪，会使讲一句话，海比的山侪。所以真侪以色列百姓看到武器无赢人，看到人员无济，因就会惊。所以扫罗伊等袂到撒母耳来献祭，伊讲：哎呀，战争在已经做危机吧？哦，我想办法，不如我家己来献祭啊！紧献祭了，紧召一寡以色列人来战争，安尼吼，免得吼人走了了，要爱兵无兵啊！总是咱看到。扫罗王，伊不但无找求上帝帮赞，伊阁用家己的方法来处理。咱若想，扫罗王伊若确实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，伊的确会知影啊遵守献祭规矩，因为只有祭司才人去主持献祭这仪式，就是咱看到伊个战事危急的时，咱看到。扫罗王伊等袂到撒母耳来，伊就家己先去做献祭工课。所以咱看到扫罗王呢，伊对头教会，伊毋是挖靠上帝，伊挖靠啥？挖靠伊家己。所以圣经以撒母耳上段13章第8节到第9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扫罗照撒母耳所定着的日期，听候7日。撒母耳还未到来到基甲，百姓离开伊四散。扫罗讲：将小祭甲社祭带来我遮，伊就献小祭。所以你看到，扫罗照撒母耳所定着的日，伊等伊7天啊，等袂啊，等无够啊。因为撒母耳还未来到基甲的所在，伊就安那先去献祭。所以咱看到撒母耳，伊安尼用心计较，你苦劝扫罗王，讲哦，你也敬畏上帝啊，你也敬畏上帝啊。就是扫罗王吼，伊只有将这个宗教呢当做一个政治仪式，嘴中我敬畏上帝。心内却无把上帝当作一回事啊！因为安怎讲？因为扫罗王伊整回拍赢亚捫人的时阵，伊定讲：这吼，毋是啥物上帝帮助我，这是我扫罗王熬战争拍赢亚捫人。咱看到伊将阳光归啊啥？归啊家己啊！这就是扫罗王。伊骄傲所在，所以咱知骄傲的特点是啥物？是成功拢是伊家己努力的。所以了解，面对人的一生，面对咱的事业，咱的人生中间，咱讲每一个点是咱值得骄傲的。咱来学习敬畏上帝，毋通抢夺上帝荣耀，这是扫罗王的。伊颠倒兵，当伊拍赢亚捫人了，伊就安那讲啊，这是我熬战争，所以伊抢夺上帝荣耀。所以咱看到，当咱拄着危机的时，咱会找求上帝，也找求人。当上帝还未回应你的时，
你有够硬耐心来听候上帝的带领甲启示无？咱是毋是常常我靠家己的聪明，我靠家己过去的经验，认为这小事啊，较着等上帝决定，较着等上帝启示这我家己就晓处理啊，了解？咱若无够有信心，咱耐心听候上帝的带领，咱会亲像扫罗王共款，陷落伫骄傲生命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撒母耳就对扫罗讲啥？咱做来读一遍来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“你做公事啊，因为你无遵守耶和华你上帝命令的诫命，要是有守，耶和华就坚固你的王位，伫以色列中到永远。当你的王位无久长，耶和华已经找到合伊的心意的一人，搁耶和华也定着伊做伊百姓的头，因为你无守耶和华所命令你的。”所以咱看到扫罗王伊少年的性命上大的破口是甚物？看起来是敬畏上帝，实际上呢，伊却无真实的信靠主，伊却无真实用耐心、信心来听候上帝。这就是扫罗王伊上大人生上大的败笔的所在。像是扫罗王咱看到伊毋但安尼拜笔，伊阁做第二样事。咱看圣经，伊撒母耳上段第15章，上帝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王讲，伊撒母耳管上管15章第30，你若有圣经，你著看。当你着去拍亚玛力，一直灭伊所有的，无咧保守因将男女囡仔、食年的、甲牛、羊、骆驼、甲驴一直杀死因。咱看到清清楚，上帝通过撒母耳去甲扫罗王讲：你去拍亚玛力人，种子你要一直灭无因所有的哦。不管男女、囡仔、食年的、牛、羊、驴，一切拢要杀死伊。总是扫罗王，伊无听上帝吩咐，伊为家己保留上好的牛羊，伊嘛无将亚甲王杀死。总是咱看到，当上帝咧质问扫罗王扫罗王讲。你为什么无照我的吩咐去做？伊佫有理由的。你看圣经，撒母耳上段15章15节，伊安尼讲，因为百姓保守上好的羊牛，要献予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哇，这个理由有够正当无？有啊！哇，上帝爱叫伊牛羊一切。男女囡仔食年拢爱杀死啊！总是诶，伊无照做，伊用这个理由讲百姓保守这上好的牛羊啊，就是要献予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哇，甲上帝搬出来，这个理由有正当无？有啦，总上要听无？上帝要听无？无啦。扫罗王伊继续为着伊的错误行为，无听上帝的命令来做辩解，讲上好的牛羊要献予上帝。所以咱知影，扫罗的问题，毋是只有犯罪尔呢，毋是犯罪这个遮简单呢，乃是伊无愿意承认罪啊。另外一个人若伊无彻底来反省伊的所行所做，伊无承认伊的毋对，安尼伊绝对袂伫伊的毋对中间好啊反省，好啊悔改。伊继续为着伊的背逆去找理由来合理化。撒母耳，扫罗对撒母耳讲：“因为我惊百姓啊，我听透伊的话。”伊毋望撒母耳来赦免伊的罪，
所以咱看25节来讲，伊甲撒母耳讲：但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互我回去，互我通敬拜耶和华。另外这卖，另外这，咱看到扫罗王伊到真心悔改，伊悔改是表面的呢，伊悔改是有目的的呢。为什么？伊是讲毋望挽回伊的民主，甲保留伊会当继续做以色列王的王位啦。所以伊毋是真心要回应上帝，要悔改回应主。所以咱看到圣经，撒母耳就对扫罗王讲：我毋甲你回去，因为你弃杀耶和华命令，耶和华也弃杀你，无互你做以色列王。所以咱看到撒母耳真清楚，甲扫罗王讲：我无爱甲你回去啊，因为你已经弃杀上帝吩咐你的命令啊。上帝就甲伊讲袂使留，你就留，毋通留。你阁为着你所做毋对，阁去合理化，去找借口。咱代表讲，扫罗王伊对头到尾无好啊去反省来悔改伫上帝面前，这是上要紧也上死的问题伫遮。就是咱看另外一个王是啥物人？大卫王。大卫王，你讲伊即世人拢真行正直，做了对吗？无啦。你会看圣经，当大卫王咧做王的时候，伊嘛是犯了上帝足无容允的罪啦。而圣经，咱来看撒母耳下段第11章第2节到第3节，咱看这段圣经，咱做来读。未来有一日要暗暝时，大卫对起床起来，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。对厝顶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浴，妇人生做真水。大卫为着这个妇人就找人探听，有人甲伊讲，伊敢毋是连的查某囝迄人乌利亚的某拔示巴嘛？你是啥这？原来啊，这大卫王诶，对起床了，伊王宫的厝尾顶啊。你行来行去，看到一个妇人伫洗浴，啊，看到妇人洗浴，伊佫感觉这妇人是生了真水，啊啦，心就上啦，爱做王啊，啥物无，骹手真济，伊就找人去问，这人是啥物人？这洗浴的妇人是啥物人？哦，这下骹人甲回报，王啊，我甲你回报啊，这是连的查某囝，迄人的某，乌利亚的某拔示巴。咱看大卫王，伊是上帝下上帝心意的王，正是伊嘛有理性的软者。所以当伊看到乌利亚的某拔示巴啊生了真水，心中就喵喵。就是啊啦，伊找人去问，讲即个妇人是有翁的某呢，有夫之妇呢，就是啦。伊讲不插啊，无要管啊，伊就找人将拔示巴来带来皇宫，甲伊发生性的犯罪。就是大卫王无因为性的犯罪了，就反省讲停止伊犯罪的这行为，伊佫进一步做陷阱陷害伊的翁婿乌利亚。伊圣经咧讲，伊怎样陷害乌利亚呢？讲过工的透早，大卫写一封批互约押，托乌利亚的手带去，批来写讲，着派乌利亚去伫阵前危急的所在，恁就对伊的后面来退后，互伊受拍死。对这经文中间，咱知影，大卫王伊看到这水的妇人咧洗浴，伊就心痒痒，伊就找人将伊找来，
风景内底，甲伊发生不伦的关系。总是呢，伊无反省，伊搁进一步来设计，互伊的翁婿乌利亚伫战场战死。所以了解，咱看到大鼻王伊要将拔示巴正做伊的某，伊要暗砍伊行奸淫的事情，上帝看做歹的事。所以咱看到大鼻王伊犯罪了，不但未反省，不但无停止伊犯罪的脚步，伊阁一步一步陷落去得罪上帝牢网内底，直到罪完全的掌握伫伊，亲像落伫撒旦的计谋中间，掠着人心。所以咱知影，伊圣经来讲，魔鬼亲像好狮共款，四界伫敲找通吞食的人。咱拢知影，好狮是要食人肉，要食动物的肉，伊四界敲找通食的人。总是什么人、什么动物通食做狮仔的苦中肉，就是软正的、身体软的、无力反抗的，伊要食这。这个甲讲，当咱的心内软正的时，当咱犯罪来掌握伫咱的性命时，魔鬼会亲像好狮，一步一步来吞食咱，互咱落伫伊的牢网内底。所以，这个互咱知影啥物？罪未一开始互人离开上帝，伊是慢慢互人落伫罪的牢网内底。所以，咱看到，当大鼻王犯了遮尔天大地大的天条，上帝并无马上刑罚大鼻王，总是伊找紧拿单指出伊的罪，拿单就用一个比率来说明大鼻伊犯了什么罪。这是什么比喻呢？拿单讲，伫一个城有两个人，一个好野，一个送羊。好野的牛羊真济，送羊的无啥物，只有一只羊仔是伊所要来饲的。伊甲伊遐囝生较大，你食伊的时，啉这杯的时，困伫伊的胸前，看见伊家己的查某囝，有一个出外人到伫好野人遐，这好野人毋甘对伊的羊群、牛群中间来起来备班，互人加食，反倒转去找迄个送养的人的羊仔来备班，互即个人食，人加食。咱看到拿单，伊用即个比喻讲，你看，即个人对一个较狂哦，这大鼻王讲，当然是迄个好野的人，伊开供出迄送养为伊的羊仔，佮互伊家己的人去食。这人实在真狂哦。先知拿单来讲，这狂傲的人是啥物人？你知？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哦，这大鼻王听到先知拿单甲伊指出伊的问题时，伊安那马上回应拿单讲：我有得罪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咱看了这句话真简单，总是带出什么？伊真辛苦，伊无推辞，伊无借口，伊甲撒罗无共款。大鼻马上认罪，并且承担后果。先知拿单甲大鼻王讲：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，你袂治到死。
所以我所听兄弟，最带来后果是啥物？就是扫罗王，伊甲拔示巴生囡仔尾仔夭折，伊家中动乱无停，但是上帝恩典，上帝恩典，灵源临到伊，互伊重新恢复。咱看到大卫王，伊伫上帝面前，愿意谦卑承认伊家己的罪。所以今日咱读的经文诗篇51篇讲：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，毋通赶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互对我收回你的圣心。求你互我永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收束我自由的心来扶持我。求你互我永远得到救恩的快乐，收束我自由的心来扶持我。所以了解，伫诗篇51篇第10节到第12节中间，你会看到大卫王，当先知拿单甲指责的时阵，伊马上精神困的悔改。第一，代表悔改中间有3个特征。第一特征是啥物？承认伊的罪，伊无推卸责任。伊讲我所犯着的是得罪你拿定。伊明白罪的本质是得罪上帝，毋通得罪人，伊得罪上帝。第二，伊知影伊犯罪了，伊真确无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伊伫诗句安尼讲，毋通赶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事。所以咱看到，大卫王伊上大的痛苦的，毋是惊失去王位，是惊失去上帝同在。这甲扫罗王是完全无共款的反应。扫罗王伊是表面的悔改。目的是要继续做以色列王，但代表上帝意的，毋是会当继续做王无？伊上帝意的是上帝有搁继续甲伊治地无？你看这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伊对上帝是毋是甲伊治地？伫代表的忏悔反省的特质中间，咱看到第3点，就是啥？毋忘性命定心。伫诗篇51篇第3节讲：我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，有罪人就要归顺你。所以另外真正悔改的性命会产生使命，互别人明白，这个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因为伊真正明白着伊家己的罪。当伊明白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才满心当罪事，伊愿意悔改。伊对上帝啊领受悔改恩典、赦罪恩典时，伊真正得到对上帝得到无罪一身轻的祝福。所以当伊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时，伊嘛毋忘别人嘛甲伊共款得到赦罪恩典，所以会对内心产生传福音的使命感。所以另外对这个经文中间，咱知影，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是真正对上帝中间得到深深的忏悔。伊真正体会到伫上帝内面，上帝赦免恩典的祝福，互伊无罪一身轻。所以伊得到这个恩典了，嘛安那？讲哇，我得到这个好恩典，我嘛要甲别人分享。亲像阮囝上阮满钱，伊若食着好食饼，伊绝对袂一喙食了，伊会留一喙讲：“爸比，好吃的饼干，你要不要吃？”啊，讲爸，好食的饼你要食哦，伊会留一喙互我，伊袂忽略了。这就是会晓分享，因为伊食到这饼好食，伊阁想着坐因爸
坐边仔爸拢咧看伊。你这囝当时会去徛我食，了解？信用同款。当咱有领受对上帝下罪恩典，互咱无罪一身轻的时候，咱感受到迄个恩典时，迄心中的快乐、心中的喜乐，毋是会当用任何的物质甲金钱会当取代。迄生命恩典、生命急救的祝福，是对心内是得到。所以当伊得到的时，伊嘛真意外也甲别人分享。所以会产生什么使命感？今日咱而家做幸福小组，咱而家咧做圣诞爱无限。咱做这工作要创啊，就是要保护这乡亲知影，我今日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今日得到这个福气的信仰，我要保护恁知影，互恁会甲我同款得到这恩典。阿门。啊，你当你有这个感触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使命感，你袂足急迫讲哇，这好康的，我要报恩，阮兜人知要拍算啊。这个使命感就对遮产生。所以咱知影，大鼻王对先知拿单的提醒人，中间知影，伊家己犯罪了，伊来到上帝面前忏悔认罪。所以，而且诗篇51篇第17节讲，上帝所爱的罪，就是忧伤的心。上帝啊，忧伤痛的心，你无看见伊。对这经文中间，咱真清楚甲咱讲，上帝所欢喜的罪，就是忧伤的灵。当咱愿意谦卑悔改时，这个诗句中间讲，忧伤痛的心，你无看见伊。另外这。面对罪性的人来讲，伊若无犯罪，伊若对罪得赦免，伊会充满着感恩的心。就是人拢有罪啊。罗马书第3章23节讲，因为众人已经犯罪，上帝荣光无得到。所以这句话来讲，面对罪性，人拢。一个拢无得闪，一个人拢任何一个人拢袂当讲，哈，我某某人，我无犯罪，我这世人行咧正，我正正直，我这世人无犯任何罪，无讲任何毋对话，无得罪任何人。我想，无人敢拍因讲挂保证讲伊是无罪啦。可见什么？罪伫人的身顶，通常拢有啦。就是咱知影，上帝看重是啥物？上帝看重是当人犯罪了的反应是怎样？扫罗伊犯罪了，伊选择闪避上帝；大鼻王犯罪了，选择倒甲到上帝面前。所以牧师会讲，罪毋是重点。悔改才是出路。咱做伙念，预备来。罪毋是重点，悔改才是出路。所以咱知影，罪毋是讲我有罪啊，我到这死定惨啊！罪毋是你人生的重点。人悔改才是对罪出的一个唯一的出路。所以人爱悔改，就是扫罗王。伊俩在讲我献祭给上帝，讨好上帝哦。这是上帝要爱，但上帝爱啥？听命。今日真侪信徒，俩在讲我有来服侍上帝啊，代替我顺服。我有咧奉献我代替悔改。毋是上帝看重的是啥物？内心的顺服。甲敬畏上帝，所以咱看到大鼻王伊悔改了，上帝依然使用伊，甚至互伊成做弥赛亚的祖先，
所以咱知影，悔改毋是结束，乃是顶头生的起点。当咱每一摆回转，咱更加会让明白，这上帝是主爱公义的上帝。咱看到扫罗王，伊的悲剧是啥物？伊的悲剧是外在敬虔，内心离开上帝，这是上危险的状态。我搁讲一解，外在看了真敬虔啊，但内心却是离开上帝，这是上危险的状态。所以，当咱看民主赢过真理，咱看仪式赢过权利，但咱看重成功赢过顺服，咱就是行伫扫罗的路顶端。但是，咱若是跌倒的时，咱愿意回头，咱会亲像大卫同款，搁一摆经历上帝的怜悯。阿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，扫罗甲大卫的故事，互咱亲像一面镜同款。勘测咱亲像扫罗同款，咱有软正，咱有着急，咱有无等候上帝。咱嘛有可能只有大卫同款，会跌倒，会犯罪，会见笑。但上要紧的是，当你犯罪了，你要去对？你要得撇上帝，还是要得到上帝面前？上帝永远互人悔改的一条路。伊拒绝骄傲的心，迎接痛悔的灵。愿咱拢真做些大卫同款的祈祷，只有大卫的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给我创造清洁的心，互我内心有换新圣洁的心。只有真实的悔改，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同在，得到上帝的恩典甲命定。阿们。所以悔改是啥物？中文悔改真要素真趣味，悔、后悔、改变。阮定听了何牧师甲我讲一句话：谦卑受教，死而不改。听有无？谦卑受教，死而不改啊！定安尼改指教的时候，谦卑说：嘿，对，你讲的对，我唔对，我改无，死就不改。谦卑受教，死不改。哎，唔是骂我啦，伊咧提醒我。所以了解，扫罗王甲大卫王，因拢是以色列王。当因犯罪时，你看上帝甲伊对一个王，伊甲伊对一个王的反应，你想上帝爱你做啥物决定是伊介意？上帝爱你做啥物决定是有欢喜的，互咱来思考。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这个决定，上帝爱咱信仰硬去配，还是谦卑忍受悔改？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所做决定是上帝欢喜的。咱同心按头祈祷，是阮听上帝恩典的主。主啊，我看到扫罗王，伊犯罪时，伊选择的是逃避，伊选择是做表面，无愿意诚实来到上帝面前悔改。总是我看到大卫王，伊虽然犯着罪，亲像人的软正一样得罪人，嘛得罪上帝，嘛害死人的罪，嘛犯着上帝所无容易的罪。就是当大卫王伊犯罪时，伊通过先知拿单的提醒的比喻，伊甲上帝讲：我得罪上帝啊！主啊，当我恳求你，互阮会亲像大卫王同款。当面对犯罪时，伊毋是选择逃避，伊毋是选择死硬的举杯，伊选择诚实倒来到上帝面前，认伊的错，认伊的罪。我感谢上帝，你就继续使用大卫王，互伊的护士，成做万人拯救弥赛亚的祖先。
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人选择，拢亲像大鼻王同款，是谦卑、认罪、悔改、更新改变，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愿主你施恩祝福阮，愿以主人前得主的欢喜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622首，622首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，咱请起立来敬全首。咱为着几项事来祈祷。第一，咱为着咱即马10月16中职训练会来祈祷。咱也为着12月7中职一就任来祈祷。23届新的中职真侪人第一届当长老，真侪人第一届当执事，真侪事因无理解，因嘛袂晓。咱恳求上帝帮助，咱替因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因，互因成做上帝忠实、良善的好萝卜。当因做毋对的时，当因袂晓的时，咱用祈祷、用鼓励代替积极甲礼骂。咱为着咱的中职的就任来祈祷，咱也为着12月7咱圣诞点灯的活动来祈祷，求上帝带领。咱也为着圣诞爱无限的备办，求圣神来感动咱，互咱的奉献成做这社区的祝福。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咱大声喊3声主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主啊，耶稣，阮恳求你施恩来带领，帮助阮，互阮的有上教会，特别阮打选出的第13届的中职阿主。有真侪人第一届当长老，有真侪人第一届当执事，因真侪事因捌，因袂晓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因，互因成做谦卑谦顺的好萝卜。愿你来就恩，互因来顺服，互因来学习，互因成做上帝眼中真忠良善萝卜。主啊，你帮助，特别阮10月16，阮中职要改选，愿上帝帮助。阮中职要训练，主你的帮助，通过主你的萝卜弹幕组的分享，互阮的新的中职会更加明白，怎样成做上帝眼中真
用一个好老婆，愿主你帮助伊，互伊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互伊万事拢请教学习，互伊不断的精进，成做上帝你所使用工人。主啊，我恳求你帮助阮在初七是阮的圣诞点灯活动，愿上帝通过这点灯，互这社会人拢知耶稣基督救恩的领导。愿上帝你使用带领，你也帮助通过阮这位第三，阮的活动，互阮会通过关会成做社会中间真正敬畏人的需要。主啊，我今日是圣诞爱无限的奉献主你，愿上帝你圣神的做工，互阮的奉献会当帮助多济阮社会百姓，特别伫经济弱势时，通过来到教会，互因会当受到这补助甲品，互因嘛会当听见上帝你福音的信息。愿上帝你使用带领帮助阮，互阮所做的一切，正做你所欢喜的，愿主调伊的。是阮调上帝，阮将阮的教会，特别阮打选出23届的中职，才同工来祈祷，求主你坚固因的心，祝福因的家庭，互因的服侍无跨路。主，阮知阮23届的中职，真侪人第一届当长老，真侪人嘛第一届当执事，因真侪毋捌的。主啊，我要为着因背后不断替因祈祷，互这群中职的服侍，哪提升，互因的袂晓通过阮的祈祷，通过因的谦卑的修教，互因的学习能力愈来愈提升。主啊，阮也将阮这帮为着圣诞爱有限的事工来祈祷，愿上帝你受祝感动各侪兄弟，通过金钱的方面，成做经济弱势乡亲的帮助。嘛，唔单是金钱的帮助，更加要紧是因灵魂得到主你救恩的机会。愿主你受恩祝福阮的事工，以主你面前欢喜。恳求你顾守这软者身体的兄弟，医治因，互因软者身体得到医治，恢复健康。愿主你成听祈祷，阮同心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要请坐进前，有一个补充报告，咱兄弟请坐。补充报告就是咱相助会伫10月22拜六，咱坐车的所在伫右上国小，咱汽车、机车会当停伫国小内面，所以咱集合的时间是6点50，7点准时出发吼，7点准时出发。有比班早顿。所以请咱要看你坐伫对车，等下礼拜3，请咱看公布栏。咱即时要请中职来收奉献。咱今仔日伫直播内底有即个圣诞爱无限的奉献拢吼，咱兄弟若有感动的，请咱会当踊跃来使用。请起立来吟奉献诗。同心来祈祷，
是阮的主，诚心谦卑感谢你，因为你赐阮恩惠，将逐项福气赏赐阮。求你感纳阮正兄这奉献伫你面前的礼物，会当成做教会圣工的所用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祝福车恳388首，归荣光圣父上帝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最相圣神的相通，甲咱这人三甲伫地，对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避讳。